多謝主席。我首先感謝馬逢國議員提出嘅議案。中國有無數嘅港口城市，香港係其中一個。港口城市嘅角色同定位呢，從來都係外聯內通。但係唔少港口城市嘅外聯內通功能嘅重點呢，只在貿易，文化交流嘅功能呢，已經係退化啦。喺國家14.5規劃之下呢，香港正積極升級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喺呢個進程中，香港一方面必須緊扣國家文化發展戰略，以國際視角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；另一方面，要立足本地特色，強化我哋喺一國兩制方針下作為中西文化薈萃之都嘅獨特優勢，向國際社會展現香港故事嘅多元魅力。而政府喺去年底公布嘅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，亦已經涵及多元一體、開放包容呢啲重要原則。文化政策嘅不斷更新進階，既要抓緊既有嘅根強，亦需要因應時局勢態作調整。中華文化嘅特性在於多元一體，中華文化嘅壯大建基於開放包容。喺一國兩制嘅方針下，香港有責任通過特有嘅中心地位，向世界展示山川異域、日月同天嘅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景象。當世界面對好多紛爭割裂嘅時候，香港嘅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就更形重要，需要借助具備大局觀嘅文化政策，串聯國際社會，促進民心相通，鋪墊全境域嘅互動交流。同東盟一帶一路地區以至全球南方嘅交往，義利之外，必須有情，情生於尊重，絕於了解，活於觸動。建基於文化嘅情，不論對內對外，我哋要懂得如何展示，如何解說。文化正如政府藍圖所講，既包含高雅藝術，亦涵蓋生活文化。從策展嘅角度睇，城市整體就係場景，即係一個博物館，亦都係一個展賣場。兩者不單冇衝突，甚至可以相輔相成。高雅藝術可以碰觸心靈深處，但要促進民心相通，生活文化嘅普及度同影響，往往比高雅藝術更高。畢竟，一般人都係通過日常體驗嘅真實觸感，增加對事物嘅知識累積同埋認受。所以文化要借助儀式感活起來，關鍵在於將文化價值轉化為可感知、可參與嘅體驗。儀式感唔係空洞嘅形式，而係透過生活場景同特色元素，喚起本地人嘅記憶同共鳴，觸動外地客嘅求知同嘗新慾望。冇鮮活食品嘅市場，冇爐火襯托嘅大排檔，冇得裝香同求籤嘅黃大仙，只係普通嘅社區服務場所。文化承傳體驗就係要睇到生猛海鮮，要感受到鑊氣沖天，要聞到香燭嘅氣味，同技巧咁搖出一支籤，喺隱晦嘅籤文之中意會大仙對祈求嘅答應。文化唔係浮於表面嘅標籤，任何文化政策都必須要建基於我哋嘅生活、我哋嘅記憶、我哋嘅未來。香港作為國際都會，以兼容並蓄嘅態度吸收全球文化精華。文化政策需要充分展現包容共融嘅城市精神。香港嘅城市面貌係文化多樣性嘅生動寫照。繁華都市嘅天際線、市長生活嘅狹窄空間、環擁田地魚塘嘅村落、離水3尺而建嘅棚屋都可以和諧共存。香港嘅獨特環境容讓唔同嘅文化自由交流對話同埋碰撞。喺香港，唔係黃皮膚嘅人嘅廣東話可能比唔少黃皮膚嘅人更流利。重點係我哋唔覺得奇怪。而去到茶餐廳叫嘢食，如果伙計叫你講英文，亦唔代表佢嘅廣東話唔好。呢啲係全世界都睇到深遠博大嘅中華文化喺國際語境下生動嘅演繹，正正係講好中國故事、傳播香港魅力嘅最佳方式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原議案同所有嘅修正案。